议员林美燕伫当地东安里长林良文的陪同，为东东业局甲委外厂商实地来到二林溪南定桥边的防汛道路，沿路伫几啊丛树顶，拢有发现绿鬣蜥的形影。因为绿鬣蜥的色甲树木的花冠要同，无详细看根本就看袂出来。根据过路的民众表示，最近的数量有哪来哪济，有的甚至超过2公尺长。因此，议员要求市府爱来重视。它那个好大只呢，对啊，要加快吗？啊个这个只走起来到这，可能都无开啦。好。另外一只伫内底真大只，很大只。这有足济了对啦。我是咧徛有看的啦，嘿啦，像蜥蜴真大只。这段时间正好它繁殖的时候。那绿鬣蜥本身3岁以上就有生殖能力，就可以下蛋了而且数量蛮多的。那我们有看到，这现在已经数量蛮多的，在现场这个地方已经数量蛮多的。那因为它虽然本身没有攻击力，但是因为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那外表让人家看得蛮恐惧的。而且它本身因为会破坏一些农作物本身又会挖洞，所以造成地方上人心惶惶。那因为数量很快的话，我们怕它会到时候会侵蚀到，就是跑到民宅家中去所以民众有在反映说怎么处理啦。那当然农业局有到现场来看啦，我们今年的预算里面有编85万委外给了一些厂商在做捕抓的一个动作啦。对此，市府农业局森林保育科长朱建明表示，绿鬣蜥是属于外来种，过去因为民众来当作宠物，可能愈饲愈大只，最后来放生，造成野外生态紧。现在市府的做法就是委外由专业人士来掠。本来产业公司即摆陆续已经有扩散啦。那我即摆就是配合中央，就是移除尽可能在短期内把它移除掉，因为即摆是伊的繁殖期如果会当快速移除掉，对整个控制，咱无法度清零，那不过至少来讲，伊族群数量降低，卖影响到于当地生态我们用花苞的方式啦那我们的话就是绝标金额一只用身长身高50公分的是500块，25公分到50公分的是333块，25公以下是167块所以以用的数量来讲到11月初710月15到11月初7，拢共阮掠了345只。陆续咱嘛是会继续来除因为这物件就是绿鬣蜥，就是不断的移除控制伊的数量。透过委外厂商摕专业的捕网、望远镜甲震爆枪前往掠，因为绿鬣蜥拢停伫大丛树仔顶面，伫捕网掠袂到的所在，业者透过合法申请的震爆枪，不过因为威力有限，一群人经过半点外钟的搜捕。最后还是掠无到。根据市府的统计，对今年10月中委外办理到顶礼拜11月7号，全市总共掠到345只。因为绿鬣蜥的生态紧，加上掠袂到，佫会四界来逃走。呼吁民众，如果伫户外发现绿鬣蜥，会用向市府的农业局来通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